小朋友，大家好！今日玉梅老师呢，要带大家来做运动了哦。运动是游泳式啊，做是求生呢。冇到游泳池度吼，冇到个水度吼，要做得做游泳哦。故说生活瑜伽呢是行到来，走到来，你就动动手，动动脚，哈，你就可以做到身体的全身的血液循环，帮助你新陈代谢。好，第一个动作那游泳式。滴到水度方受身呢，迄一手一定要停头，好，所以一定要动态的动作，你这样身体这样做的唔会沉到水度方。好，游泳式呢，都给陆地方都踢哪行的中央可以安尼做哦。好，也还大家中央脚打开来，中央臀部髋关节给安尼宽度起稳来，起张来，身体的脊椎安尼往下扎根的力量，中央哈，唔好安尼向前也向后，中央也还玉梅老师教大家，起顶去哈，脚趾头拿起来，佮慢慢的不用下去，你重心就会到你个脚掌，重心哈，看玉梅老师，个涌泉穴都要脚底，要脚的安尼分1/3、1/2、3/3，不是重心都要。好，讲有脚弓咩？人家个脚弓哈，脚个安尼弯度，人家个脚弓最后参那个视察的避震器。好，人家个避震器后，行路就还有弹性，行路就看唔会跌倒，还有力，还强松，唔会伤到膝盖，唔会伤到腰诶。就说记得咯，你里面有避震器哦，好像视察用诶，个屈胸啊哈，会跳下高，个会膝盖弹转了，唔会受伤。好，故所也起顶咯，避震器老给避免个震动膝盖腰部受伤，起后来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中央数向前沉出来，好，向当方，好，个弯曲，不用放松，好，做身体的动作哈，手不用落要顺哈，手纯粹虚虚的哈，记得变等二公，好，轻重要系变等二公，你按的时候呢？给脊椎膜来后些，那变等二公，好，慢慢的左手、右手，纯粹虚虚的，手指打开来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按呢，先按呢，好，纯粹虚，好，数转来，纯粹虚，数转来，好，按呢平平的时候，好，玉梅老师也哈同样哈，顺向崩开一下哈，纯粹虚，数转来。纯粹吸气，数转来。你想象哈，你想讲，差不多水度方向诶，差不多水度方向诶。好，按你动词有诶，纯粹吸，数转来，纯粹吸，数转来。同样哈，也安尼背两骨唔好用，好，肚子数转来。同样，安尼脊椎躯干，为身体而来出来。那游泳呢？方向可以向前。向东方，向左边，向右边。这动作呢，是动态的动作，可以让身体的能量全部带起来。好，让你腋下淋巴啦、肩头啦，全部就通到。好，也开始来做啊哈。张开始的话，脚打开开对位。好，做到越来越缩起，你就脚的宽度，然后臀部的髋关节的宽度同样。可是你脚纯粹的还太对位。好，人家开始做游泳式哈，都要熟悉呀。往前，熟悉啊，往前按你存出来，好，个数不用到2公顺哈，好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转来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向下背咯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不用那样撩一下，好，慢慢的你可以不用放松，再撩一下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假使你没办法往下去，用那样，你没办法往下去，它都这样。好，慢慢的个松来，松来耶稣同样存出来，转眼前呢，你身体规身呢就做到，就会身体一下子软缩的，
好，你就会知道，按你懂舒服，好，存出来，够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存，向档行，向档行，好，慢通走哦，慢通走，来到呀，存出来，来到呀，吸气，吐气，有看到吗？转腰的吸气，吐气，吸气。吐气，吐气，喷气，吐气，喷气，转来，中间，向档哈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不用享受，吐气，搁吐气，好，慢慢的做完嘢，搁调息起好来，好，同样啊，手不用肚子哈，吸气，肚子抬起来。给能量像喷气球一样诶，好，吐气的时候风捏配的，肚子收缩，好，吸气，肚子打开来，不要演呢，吐气，肚子收缩，好，按你身体哈，规身呢一张有数一个做数，就是按你求身那边按的咩，你按你发冇按强，你都2公顺哈，你都2公顺哈的发。你就会发现讲，哦，当2公顺方的话，压喺身体嘅肩头，来行开彻底，行开沉，好。我说要游泳式嘅重点就是讲，唔输停第2公行，唔输停第2公行。各位，唔假使讲，你做到可以嘅，你可以有能力去向前。唔假使讲能力较好，你腰会较松，哈，你身体较软熟嘅，你就做个开动作。做好安尼有数做数去，你就可以2只数安尼，参手错有嘛哈？你都田方手错，田方手错，向后背，向后背，向后背挖一拳，好挖一拳，再挖一拳，好来哦，右片，你就想到你都田方手错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慢慢的。挖一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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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慢慢的，搁转来。我记得了哈，很记得嘛，乡亲朋友，你睇下，你讲做农事都有做田色，你就有印象讲，手错的时候用的手，按呢，同样，弧度慢慢的抬，吐气，吸气。弧度慢慢的抬，吐气，好，不用享受。好，按你嘅伸展呢，讲也按到游泳式，哈，你做的时候呢，记得哈，你讲压手哈离耳朵越近的话，哈，压个按你弧度程度就越抬，你假使按你发，你就冇来到压肩头，跟冇来到压腋下淋巴，好，也系游泳式，大家呼吸到，嗰个脚哈。脚喺安尼身体嘅安尼天野心脏，行路啦，去旅行啦、出国啦，安尼腿嘅力量当重要哈。我说也先老娘脚趾头纯粹以后弯曲，先松一下，先松一下，好。安尼法呢，迄先松嘅大腿嘅肌肉，佮松嘅脚趾头，好，松好了以后，好慢慢的起放起来，安尼右脚伸出去，好翘起来，右脚翘起来，一下呢，安尼来呀，后背呀条膀胱经的肌肉，好，拉佢来开来，这样唔会师傅的肉係一直，因为安尼个地心引力的关系，安尼师傅的肉会老安尼肩头个腰的背部的个肌肉往下牵扯，你往下牵扯的话，你的身体就会都落都紧。我说你同样哈，安尼。先左脚弯曲，右脚伸直哈，慢慢的吐气，慢慢的吐气。你手叉腰，来到呀，停。一重点就係安尼個背囊骨要存出來，嗰個腳趾面要捏起來，來到呀後背也個呀捏肩頭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你停到呀。假使唔可以下去的話，你的手不要停來下，停到呀，好，慢慢的吐氣。好，你停到呀之後了，停到呀，背囊存出來，好，慢慢停，吸氣，
够吐气。好，上来去同样手叉腰，力量不人家右脚。好，慢慢的数正来。啊，安尼起顶哈，你会发现讲，安尼脚哈，有力张起的嘿，你脚很无力啦，你起哈，你会知道讲，给平衡感哈。故说瑜伽呢，对人的平衡感有动态的帮助。好，也还人重新变右脚，左脚纯粹去。好，勾脚跟，右脚弯曲。可是你的起唔系的话哈，你起还无踩的话，你就膝盖呀，两个并起来。好，粘起来，好，同样哦，两个吸气，脊椎来出来，挺到呀，好，挺到呀，慢慢的吸气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不用放松哦，要胸口要放松，肚子要往内收缩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肩头要不用放松，好，慢慢的挺到呀，让呀你的训练呀大腿的力量，好，慢慢的吐气放松，好，左腿的拉手不用停来哈。挺多呀，可以美老师的脚趾头，没可以板多呀，没可以板凳脚趾头。好，慢慢的等下吐气。好，吸气的时候手叉腰。好，慢慢的身体上来。好，数脚掌数你来，好，这样松一松。好，莫可能你小看这个动作，那你爱起的，你开始讲都有看哈，起唔起的话，你就板凳凳呢。好，板凳凳的要较稳。好，改刀啊哈，改刀啊，同样一美老师来一片了哈，安尼，看呀，一片呀，思维一片莫安尼，安尼歪这一片了，安尼安尼歪的呀，骨盘会歪，安尼，对呀，吸气，好，吐气，同样都要熟悉呀，吐气，好，慢慢停到呀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胸大开来哦，底下放轻松，要骨盘要思维两片，要平哎。好，慢慢的不用放松，吐气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挺都要哦。好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你慢慢一个月、两个月，当你做3个月，好，做到最后你舒服，不用下来，挺都要。好，我松了去，慢慢的吸气，吐气。本几下都吸气，吐气，好，数正来，好，啊，乡亲朋友，你看下做嘛，莫用看天天哦，而用做，将会身体健康，将会硬呀哈，用看迄玉美老师的呀哈，好，也系玉美老师老太家呼吸哈，游泳式上半身呢腋下淋巴，各位下肢的前弯伸展哈，伸展到人家后背一条筋头，很多膀胱经。好，一条筋头来开来以後咧，人思維呀唔會塌定嚟，然後人身體來下去，好，好，也係人做游泳式哈，呼吸一下，好，數吸氣，對呀，好，呼吸不用放鬆，好，身體向前啦哈，你來算數目字哈，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。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来一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停。好，慢慢的吸气上来。好，吐气。好，不用强手。好，身体做好去，跳下去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也还游泳式啊，够腿的伸展，脚纯粹去，脚并起来，手叉腰都要熟悉。可是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也是可以帮了呀。好，松了去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反正我们同样啊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上来。好，乡亲朋友，要記得咯，
有上半身，只有下半身。上半身、下半身做起来，规身的做好诶。是参与唔多水都方求生的咁样，效果咁样安好哦。又唔是水头那么，唔是问游泳衣啊哈，所以很简单，路上的游泳式。好，今日运动做对啊，我记得当日做带本健康，安子先。